继续来看高雄市林雅区的新丰这间冰店，7月12号迄天所卖八宝冰问题真大，未少人客去遐食过八宝冰了后，开始吐、骨流、送急诊，阁有人放火来带院，甚至有小朋友引发着腰子衰竭。卫生局公布着上新的数据，受害者已经高达34个人。根据着初步检验的报告，都是八宝冰的配料出问题，而且佫验出着4种的细菌。冰店的头家今仔日出面来道歉，是鞠躬再鞠躬，讲会承担所有的赔偿。诚恳的抱歉。业者鞠躬会师的高雄新丰冰店10日时，因卖八宝冰，互民众食了后落舌，上严重有放火油脂功能败去，到中昼为止有34人送去急救。受到什么样的污染？这个也是卫生局跟我们一直在找的问题点。出问题冰有验出3分是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菌等等，目前已经强制停验，受害人数还在增加。最严重的是有一个是孕妇快要临产了，然后她看到新闻以后才发现，原来她自己是食物中毒。受害者愈来愈多，代志发生后，有更加侪受害人跳出来讲，伊本身嘛入去病院，总共人数已经超过40个人。先生他是10个人，开始就是水泄到他没有办法了，就送高医。卫生局为着要调查感染源，来到做冰的工厂。他说卫生局说，我们就配合卫生局的要求，配合卫生局这样就好。他怎么要求我们怎么做这样。做冰业者讲，做60-70档啊，坚持讲伊的冰符合规定，都要定期检验，要。若咧出问题，到底是冰还是食材？卫生局讲，在等检验的结果。天气这热，食冰消暑，所以几10个人食冰食甲入院，因为案情真严重，嘛，互卫生单位唔敢马虎，正深入的调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